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好好运动的时间，我是联兴国际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李淑芳。今天老大家共下来运动的有林正刚物理治疗师，以及高景荣老师，是我们的 Niki 老师。准备好吗？也好，来做运动咯。运动以前，你先来做暖身操。好，开始呢，从跑步一样哈，让两张手柄啊，我们身体的两侧，好，从阿用呢放在两侧。好，等一下走的运动是手往前摆，对，90度，好，勾往后，一样90度哈，然后这样慢慢呢往前后摆，对，很好，勾了一边哦，好，对，90度。好，放轻松，然后脚也强容后来把左脚开起来，对，整脚一样90度哈。然后我们现在手和脚很强好了，走一遍哦哈。好，来开始哦，右手，好，一起，听听老师强好了走。好，那速度不是按加，走得慢慢的走。好，那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注意哦，一定要保持你的平衡。注意安全哦。如果说你的脚看起按够，你可以把它放矮一点，放矮一点也可以。好，那手一样可以的话是轻留，让它摆荡的比较大一点点还常常寸都好，还不对哦，很好。好，或者是呢，如果你好快了你可以像我一样，速度好慢的哦，只要原地踏步也可以哦。我们走到我们的暖身。好，你感觉你的身体越来越热了没有？好，有的话呢，我们慢慢的休息一下把两只脚呢打开。先从左边开始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七条溜个往下弯。好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把我们的脚鼻内侧的肌肉慢慢的拉一下。好，在这边停留3秒钟。1、2、3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回来整片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往左边来好，一样7条微弯。好，我们拉的是整脚的内侧。好，在这个地方一样来停留个3秒钟。1、2、3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回来，狗走一遍哦。来吸，好走。好，溜个觉得我们的内侧好镜头来到有滴滴的痕痕。好，再回来正中央。好，左边来，很好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讲鼻子吸，好，嘴巴吐，动后好回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前推的动作来，整脚吹起弓箭步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数。抬起来，对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表下来，好，勾了一遍哦，吸，吐气往上，很好，好，我们吸一口气，再往上拉，向后背，给我拉一下，对，很好哦，加油，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数慢慢的表下来，你往左边勾了一遍来吸气。吐气的时候，左偏弓箭步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往上，对，数往天花板的方向拉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下来。好，我们要做更厉害的来吸气，吐气往上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还不弄狗往后面，加油。好，吸气。吐气，给我慢慢的下来。
好，过了一遍，吸，吐，很好哦。好，吸气，吐气下来。有感觉身体热起来吗？我们准备来做运动咯。接下来呢，你要来做运动哦，吼。今日做运动是摆脱头昏脑胀、脖子酸痛的问题哈。所以呢，你大家听点老师来强下做肩颈酸痛的运动哦。好，首先呢，让你整熟，慢慢的站起来，捏你的脖子，好，从安用音，捏的你的脖子，好，你走熟呢，慢慢的。半夜右边的耳朵，然后这时候注意，你的整数会尽量往上，好，左偏，慢慢的让你的肩颈往左下方搬。这时候你会感觉你的肩颈的肌肉和这边侧边的肌肉会觉得有点很。好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数表下来。做哑运动的时候呢，等了一定要稳，好，然后两只脚，让我们的肩膀好是偏发的位置哈，好，狗走一摆哦哈，然后整熟了，站起来，捏你的脖子，好，这时候呢，走熟。半等你控顺头，好，往左下方，好，整数要尽量打开哦。对，很好，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给我慢慢的数，表下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往偏了哈。现在走熟，半等你右边的脖子，好，整熟，半等你控顺头，然后吸一口气，吐气，让你的头呢往右前方扳。这时候你的走熟会尽量打开哦。对，很好。在这个姿势下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回来，好，数表下来，休息一下。有没有觉得肌肉有被伸展的感觉嘞？你过来走一遍哈。好，来走熟，捏你的肩颈，好，整熟，6个扶着你的尼控上面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往右前方来。好，这时候走熟会记得要尽量往后面伸展。好，在这边维持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勾回来。好，我们再从整片勾走一遍哈。好，来走熟，半点你的肩颈，整熟，半点头拿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往下扳，走熟往后伸展，很好。我记得咯，读书要出力咯。好，在这个姿势之下呼吸，来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表下来。好，我们现在换走偏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走熟半点肩颈，整熟半点肩颈，走熟半点头拿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往左偏，左下方看。好，数打开。好，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放下来。好，接下来你要来的是
斜方肌的伸展运动哈。你走得到念书啊哈，半点点呢以凑点呢下背哈，数半点，让我们的身体不会疼痛。然后这时候呢，把我们的手一样，不用跳那这边的地方，然后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往左边半，啊，数尾半点莫疼痛哦。在这边做伸展，好，系个转来，好，手表下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往左边哈，把那个走数一样，半点点的不会疼痛。把右手溜个半点点跳拿，好，然后往右下方看，好，然后吸一口气，吐气往，右边45度角。来，好，身体不会被拉动哈，所以身体也可以凑长哎哈。好，来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数表下来。好，再来一个动作呢，你要拉得更大哈，你走得让你也数哈，半点你也等呢后半，好，就像我这样子，半点等呢，好，这边半点好。然后呢，我们的手一样，扶的你头拿，然后吸口气，吐气往45度角的方向来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勾回来。好，你要往走熟哦。走熟一样扳着我们的椅背哈，从来用力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往45度角的方向来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回来。接下来呢，还有一条体缝，我们常常会酸认同，那就是胸小肌哈。所以用慢走嘞。你的手走在靠等我们的腋下，然后手打开来。好，这时候呢，靠等我们腋下这里哈，肌肉会有滴滴的酸哈。然后这时候我们把手打开来，往后，对，尽量。然后手在腋下这里呢，可以稍微把它捏紧哈。好，来打开。好，来做运动，往前。往后，对，勾往前，往后，好，那个走熟呢没有动，实际上让我们的肌肉靠等时候嘞哈，因为感觉有滴滴的酸酸的感觉哈，然后等一下做完会很舒服哈。好，来勾走，对，慢慢呢，往后，往前，勾往后摆。前，好，那我们慢慢的往在上面一点点，很好，再往下，勾往上面一点点，勾往下，好，再往下45度角，勾往下，勾来，你也往走熟哈，一样整熟靠等腋下，好，手伸出来，好，来往后，再往前。对，再往后，再往前，因为感觉有点点酸酸哈，那没有关系，好，慢慢的走，往上，再往下，对，再来，各个方向走一走哈，去放松你的胸小肌。好，今天认同，记得冲啊走，可以解除你的酸痛哦。